进来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好。是我让她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小宁就是我的司机兼助理了。可是你昨天不是说……你先去忙吧。恭喜你啊，江小宁，以后好好表现。谢谢苏小姐。以后叫我曼玲姐就好。好的，曼玲姐。那我先走了。顾先生，哦不，老板。你跟其他人一样，叫我顾总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顾总。您昨天不是还拒绝我了吗？怎么还……不愿意来的话，现在走也来得及。愿意，愿意，非常愿意。那我都要做些什么呢？名义上你是我的助理，但我任何的事情都不用管。实际工作就是开开车，其余的时间待在公司就行。至于你要学什么，在不影响其他人工作的前提下，你随意安排。好的，顾总。先跟我整理一下资料，然后去度假村开会。好的。顾总，减速带，小心脚下。顾总，您车在哪儿？那辆。哦。上车啊！啊。摁一下。哦。顾总，那我们出发。好。怎么没动静啊？顾总，车坏了。这是电动的，挂一下档就可以走了。哦，好的，顾总。好好开车，往前看。红灯，顾总。我没有想偷看啊，我就是想学习一下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高级的项目。这样吧，一会儿的会议你也参加。真的吗？别说话就行了。谢谢顾总。